来看美国扣对顶关税从中道开始实施，昨嘛宣布讲半导体晶片的税率是100%，也毋过若有伫美国生产就免扣关税，有伫美国投资设厂的台积电就毋免防扣关税，也毋过其他的厂商嘛是影响真大。今仔台湾股市开盘虽然起，台积电盘中股价以1185块搁创新高，也毋过落尾是以1175块有淡薄仔落。台股的指数收盘是起17点。美国政府为8月初7中到12点对台开始征收对顶关税20%，另外嘛，东部公布晶片关税，除了伫美国投资生产的企业，其他拢是100%的税率。另外嘛，传出台积电对美国各有新投资，真侪因素影响团产甲金融产业面临成本的压力。就是我们都还在这个研拟嘛，现在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中，所以这个各种资讯都很需要。那么我们都是在整合啦，整合，然后这个谈判完成了以后，我想应该都会跟大家报告。七月透早，经济部长郭志辉陪总统赖清德出席产业博览会，面对关税议题，郭志辉讲爱国等最后结果出来，不过市场明显信心无够。七月台股大盘开悬24026点，上悬冲到24131点，尾下起势收敛。台积电嘛是开盘冲悬到1185块，尾下平乌落到剩1175块。但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，这20%我们还会努力去争取。那希望我们的团队再加油，能够降到跟日本、韩国、跟欧盟都采取一致性，这样台湾的竞争力才会确保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听到行政团队传来的好消息。另外，台积电泄露秘密案，根据检方调查，涉案人员好亲像大量偷翕2奈米制程机密，目前3个工程师扣人羁押核准，3个人不服，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。到尾最高法院审理了后，认为羁押才是无违误驳回，确定予人羁押禁见期限2个月。记者采访报道。